祭天祈福大典。现在早上8点14分了。一贯祭天祈福大典，中华民国106年3月5号。追思怀念活佛世尊老大人成道60周年，举办祭天祈福大典。啊，咱们先跪，咱们先跪啊！咱们先跪，咱跪。礼让就是有道，哈哈。哦，赞哦！精益中信，义不容有哦。你看。